佢嘅動畫第二季每一集我都睇得好開心，結局之後我又失去咗一個生活嘅動力啦。唔知我仲要等幾耐先可以睇到動畫連載最終章呢？冇錯，今日玩具開箱片嘅主角當然又係我嘅最愛，戀上換裝娃娃嘅喜多川海夢。ガチで楽しそう。大家好，又係我香口靠。今日要開箱嘅係喜多川海夢 Baby Doll Version 1:7比例 figure。佢係由 Aniplex Plus 出產嘅，價格為22,000 yen。上年9月開訂嘅，每次訂購 Aniplex Plus 嘅 figure 都要等超過1年啊。原定嘅發售日期係2025年嘅9月，最後延期咗少少，10月23號先正式發售。Aniplex Plus 出產嘅 figure 咧，普遍質素都唔錯嘅，佢個盒都好靚噶，比我想象中細。佢採用咗開窗式嘅設計，高20cm， 闊23cm。只有盒嘅背面同埋右面印咗產品嘅相啦。頂部都係開窗式嘅，盒嘅厚度就係18cm。打開個盒睇下裏面有嘅嘢啦，裏面嘅嘢就唔係好多嘅啫，淨係得喜多川海夢嘅本體，同埋一個橢圓形嘅底座。底座上面呢係有一層絨毛嘅，同埋一個心形嘅 cushion。嗰個 cushion 係可以拆出嚟嘅，拆出嚟先可以將保護膠紙移除。喜多川嘅背脊呢就有個窿嘅，將 cushion 上面嘅柱仔插落呢個窿度，然後將 cushion 重新安裝喺底座上面，就組裝完成噶啦。連埋個底座呢，呢個喜多川海夢 Baby Doll Version 1:7比例 figure 就大約高11.5cm。因為喜多川係坐低噶啦，所以呢個 figure 就唔係好高嘅啫。最佔空間係佢個底座啊，直徑就大約19×14cm。喜多川身穿 Baby Doll 嘅服飾啦，Baby Doll 翻譯翻成中文呢就係吊帶裙睡衣。雖然我就唔係好識得女性嘅衣服類別啦，比起睡衣呢，我認為喜多川呢身衣着呢係比較貼近婚紗內衣嘅。頭上面就佩戴住頭紗。上半身着嘅係馬甲，而下半身呢就係吊帶襪，可愛得嚟又性感啊！喺漫畫同埋動畫裏面呢，喜多川就冇着過呢套 Baby Doll 嘅服飾嘅。呢個 figure 嘅造型係出自於一幅由動畫公司 Coverworks 繪製嘅插圖。因為我訂購嘅係限定版啊，所以就附送咗呢幅插圖嘅 B2 掛畫。我哋近距離睇下喜多川海夢嘅面容啦，我都唔知講咗幾多次啦。我覺得喜多川最有魅力嘅係佢笑起嚟嘅時候呢，眼睛係呈彎月形噶。呢個 figure 都係斬單眼嘅，將喜多川嘅可愛程度增加幾倍啊！寶紅色嘅眼睛畫得好靚啦，嘴巴都做得好立體，嘴唇採用咗反光顏料，令佢顯得更加水潤嘅。不過好可惜嘅係呢，今次面盒就冇油上微微泛紅嘅效果。作為超過2萬yen嘅 figure 呢，呢個地方係扣分嘅。飾物方面就做得好精細嘅。有別於平時啦，喜多川就冇戴太多耳環嘅，耳環掛咗心形嘅白色珍珠，頸圈都有個心形吊墜，吊墜上面有個蝴蝶結，頭紗上面都有個蝴蝶結嘅，白色玫瑰同珍珠鏈都做得好精緻。頭紗嘅布係採用咗半透明嘅膠製造嘅，令佢睇起嚟更加逼真。喜多川嘅頭髮係金黃色嘅，雖然佢有喺適當嘅地方油上陰影，令到頭髮顯得更加立體啦，但係今次呢個 figure 頭髮嘅雕刻細緻度呢，比起之前都係 Aniplex Plus 出產嘅喜多川 figure 退步咗啲啲㗎，呢個地方呢都有少少扣分。雖然咁講啦，呢個 figure 嘅整體質素呢都係高嘅，佢又好好咁樣重現喜多川漸變成粉紅色嘅髮尾啦，頭髮散開嘅形態呢都做得好自然。呢個 figure 做得最精美嘅地方呢係佢件衫啊，馬甲嘅折痕呢都做得好逼真嘅，上面就畫咗玫瑰花嘅圖案，而吊帶襪吊帶部分上面嘅玫瑰花圖案呢係雕刻出嚟嘅，上下裝嘅蕾絲邊都採用咗半透明嘅膠。另外肌膚方面啦，都油上咗淡淡嘅粉紅色陰影，呈現出白裏透紅嘅效果。喜多川嘅手指都做得好精緻嘅，雙手都戴咗戒指，仲油上咗粉紅色嘅指甲油。今次都有喺指甲油度加咗閃粉㗎，喺圓形繪圖裏面呢係睇唔到啲閃粉嘅，呢個地方呢就為呢個 figure 加咗分。吊帶襪襪嘅部分呢，上色都採用咗反光顏料嘅，而且油上咗淡淡嘅粉紅色陰影，增添咗一啲絲滑感同埋透明感啊。襪上面嘅扣係心形嘅，
我覺得呢套衫嘅設計咧真係好有心思嘅。喜多川着嘅係芭蕾舞款式嘅高踭鞋，上面係有綁帶嘅。右腳嘅其中2條綁帶咧就有蕾絲邊，同樣地都係採用咗半透明嘅膠做嘅。高踭鞋上面有一啲蝴蝶結，其中最大嗰個蝴蝶結咧都係心形嘅。最後再將喜多川拆出嚟睇下嗰個心形 cushion 啦，成個 cushion 都做得好逼真嘅，周圍嘅花邊嘅折痕咧都做得好自然，中間嗰個大大嘅蝴蝶結咧都係半透明嘅膠。即使將喜多川安裝上去之後咧，會遮住咗呢個蝴蝶結啊，呢個 figure 咧就喺睇唔到嘅地方都唔會馬虎嘅。今日有關 Aniplex Plus 嘅喜多川海夢 Baby Doll Version 1:7比例 figure 嘅開箱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。雖然呢件算係一件睡衣啦，其實佢係比較貼近內衣嘅，所以尺度咧係相對比較大嘅。我拍條片嗰陣咧都唔敢拍太多啦，尤其係下半身部分，我話唔敢俾個 close up 佢，我驚我會俾 YouTube 黃標啊。當然我係用鑑賞角度去睇呢個 figure 噶啦。總括而言啦，我對呢個 Baby Doll Version 咧都有好高嘅評價嘅。我對 Aniplex Plus 出產嘅 figure 都幾有信心，衣服做得好精美，而且好有心思。不過今次面部嘅上色同埋頭髮嘅雕刻細緻度咧，比之前嘅作品係退步咗少少嘅，呢方面係有啲可惜嘅。最後我想喺度談論一下《戀上換裝娃娃》第2季嘅最終回。喺漫畫原著裏面啦，官篇之後咧就緊接開始天命篇嘅，不過動畫就將有關天命篇嘅內容刪減咗啦。漫畫嘅5條軍呢，為咗即刻去搜集資料，整下一套 cosplay 衫，就將喜多川抌低咗，顯得佢有啲冷淡嘅。動畫嘅5條軍呢，就護送咗喜多川翻屋企，最後2個人呢喺夕陽之下自拍作為結束嘅。我個人都幾中意動畫組呢個原創改動嘅，而且都完咗喜多川想同5條軍合照嘅願望。不過動畫最終回呢，其中有2幕被刪減咗呢，我係覺得幾可惜嘅。第一個係喜多川擺出恐怖表情嘅相啦，個人認為呢一幕係幾重要嘅，佢凸顯出喜多川嘅專業同埋佢有幾咁與眾不同。另一幕就係嗰2個大人呢對住比自己年紀細嘅 JoJo 三萬講嗰句姐姐，呢一幕我覺得係幾頂癮嘅。雖然我到依家都唔係好記得嗰2位大人嘅名啦，不過佢哋喺劇中講過嘅嘢呢就經常引起我嘅共鳴嘅，可能我同佢哋一樣都係ダメな大人啦。若い時だけしかできないって言うけど、人生大人でいる時間の方がはるかに長いのに、楽しむことやめるなんてもったいないじゃんよ。好きでやりたいならいくつになっても続けていいし、始めてもいいんだよ。大人めちゃくちゃ楽しいぞ。学生の時よりお金使えるから。今次呢個喜多川海夢 Baby Doll Version 呢都好佔空間嘅，主要係佢個底座面積太大啦，我應該會拆咗個底座呢先放入展示箱度嘅。我仲訂購咗唔少喜多川嘅 figure， 但係我間房擺放玩具嘅地方呢已經飽和啦。幾年前我仲抱怨喜多川嘅產品好少，而家就越出越多，我就為土地問題感到好煩惱啊！因為只要係喜多川，我就會買。咁今日就嚟到呢一度先啦，嚟緊我會拍更多嘅玩具開箱片，中意嘅就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。另外大家記得 follow 我嘅 IG， 我係香口靠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